歡迎收看85後蹭吃蹭喝 vlog。哇！今日咧，阿家姐話整個古早蛋糕啊！古早蛋糕咧有低筋麵粉啦，低筋麵粉，鮮牛奶、睇下白砂糖、鮮牛奶、白砂糖同埋啲油，油一定要熱油，用啲熱油啊！係啊啲油凍晒啦，即係你而家要打8隻雞蛋，係啊，等咁耐。唔係啊，呢個未拆仔，好，75度，哦，倒落去啊！係啊，都係啲麵粉噶啦，嗱，撈下佢得噶啦，即係唔使純絲針啊，逆絲針啊。唔使，搞到咁上緊呢，我會擠啲牛奶落去噶啦。晒落去。睇啲勾太特別，我個件好特別。一個方向。係啊，即係要翻盤咁咯。得啦，係啊。我個盤要擠水。焗70分鐘。哦。軟乎乎的太治癒了，大家在家快試試吧。